去无踪，予我请容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催人亡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戆，是我空，是我痴情又倔强，伊是风，是城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紧食食饱吼。普通阿姐，你毋是讲要带阮去找妈妈？我，我是安那咧甲你交代，叫你甲好好照顾这两个囡仔，想办法啊去互这两个囡仔食饭食好饱，啊毋才有体力。你看，即马两个拢总毋食，两个拢毋食啦。爱食咱咱毋食，啊你大爱安怎做？佮去想办法。若无吼，我会甲你切。使。别讲。我要去倒找妈妈。有啊！小玲、小美啊，你妈妈伫迄边咧坐电动火机呢。这是咧。嘿，咱来去找你妈妈。咱进来去找妈妈。呀，进来。唉，迄囡仔就是囡仔。囡仔生安尼足欢喜的，我怎会呢？囡仔足有钱的，已经是38度，可比火炉热人的天气。我的心情还搁踮在家边的冬天。是因为失去我最后一当时的海边，使人头醉，有情话有笑声，糖甘蜜甜。你讲要保持这个经典，为何你醒来断情丝？伤心的珠泪，伤心的珠泪滴落海水。激动的波浪，激动的波浪替我抗议。你无情，你无义，你无情，你无义。
时的海边，使人陶醉。有情话，有笑声，糖甘蜜甜。你讲要保持美丽阮某人遐拢有较早结婚，带你来出国，后来我讲清遐代志，毋知你的意思啊？对英，这个手是我买的，是要送互你咱结婚手指。来，你来看觅，足水的呢。来，这个手指你一定足介意的。答应我用50块。哎呦，行，咱去边佚佗。哎呀！哎呀！我特懂，啊你家己带下水命惯，啊唔免听一个互囡仔忍受，含这就跟我讲。好啦，大金宝啊，大金宝啊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阿妈，好消息了！是。安尼你辛苦，这杯茶给你啉。是什么好消息哈？大金宝啊，嘿，我一个好朋友吼，伫边南村有看到阮阿嫂。哈，有看到本人？姐姐妈妈，妈妈。手表啊吼，伫咧讲安尼吼，电台一个放送出去了后吼，好，听众朋友够热心的啦，足多人打电话来咧关心这代志呢。真实的哦。是啊。哦，这下港人加足热情的。对啊。阿姐，我妈要去准备嘛。小美啊，你唔免急啦，这个代志互大金婆处理就好，哈。我阿伯啊，这边哪这看是要对倒找去啊？大金宝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甲朋友计划好势啊。我先入来内面吼，找看阮阿嫂的相片。啊你找恁大嫂的相片要创啥？是啊，即马找人要紧，怎么咧找相片？啊，恁若去恁就知啦。这，明仔载吼，恁照这个主旨，这个时间去遐等。我款了后吼，上晚2点一定到位。安尼吼，就安尼决定。哦，这个较大个了，哦，这两个，哦，真好，哦，真凉，这个大个，对，哦，这大个嘞，哦，真好。好动的啊，那你嘛好啊，啊一只袂输敢那山精嘞，见着水啊就起我去，惊着头风。第一等下久哦，他可能直直请咱，无请假啦，小妹安怎？这个，赶紧来，赶紧。快来创治查某囡仔。是讲吼，特动。啊，那个小美若静吼，讲叫咱做啥等你的消息，啊，若等这久拢无消息啦。哎，有车来啊！大金宝，等这久啊！歹势，当然啦，这位就是大金宝啊。大金宝你好，当然啦，车顶的卫生纸总敢冒出来。真的要无啦？当然咯。无咯，啊，咱找人你无卫生纸要创啥？哎呦，大金宝你都唔知咧，自从手表啊伫电台伫咧放送要找文英啊，这个庄头的人有拍电话甲手表讲，文英啊有伫这个庄内出现过。所以讲咱即马摕卫生纸，甲夹一张相片，摕来送这个庄头的人来，啊拜托伊吼，看到相片这个人啊，赶紧甲手表联络一下，安尼咱就一定会当找到人啊。懂不懂？想袂到你会想到这款办法，来，卫生纸来，卫生纸来。哇，你敢通？啊，人你做落去，叫伊是要哪甲头家交代啦？安那迄无问题啦，阮头家个性跟我同款，你若知阮最后要做善事送人的对吧？搁规十卡车伊嘛使来送人，你安放心可动。想袂到你做人这么好。没啊，哪里不同样？打你嘛好啊，水姑娘甲你保一个，买水就是翘起来。行，开始上。来无影去无踪。送伊一包卫生纸，啊，小
中国一个看到这个查某，你会记打电话手票啊哈！来，快点，行哈！来，过来，来，会记哈，这哈，看到这查某，那都爱打电话手票啊哈！拜托，这个跟你妈妈讲啊哈！来，是风，是城，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老天婆啊，咱跟他上五星座，甲相片，敢会找到阮妈妈？啊这哦，啊，小美啊，我已经做到安尼啊，找无嘛无办法啦。我得讲，恁妈已经嫁别人啊。哎呦，你乌鸦嘴，你好累累，你都袂用讲一句较好听的信。小美啊，你放心啦，等咱吼卫生纸甲相片都拢送出去啊，我想恁妈妈吼真紧就会转来啊啦。我想恁妈妈一定会真紧就甲咱联络啊。啊，真紧是偌紧啊！放心啦，大清婆啊吼，甲你保证，唔免超过1个月，恁妈妈一定会互咱找到的。这是啦，你袂用骗我哦。袂啦，安那交手。哈，要去交哦？我呗。哈，你还要交哦？哦，来，嘿嘿嘿。大姐婆，你袂使骗我啊！啊免哦，大金婆免哪会甲你骗？啊，你爱乖乖哦，哈，嘿嘿，爱听话。哎，水啊！你嘛爱出来啦？大金婆啊，阿姐，大姐婆讲吼，免1个月就咱找到妈妈呢。1个月。对啦，大金婆你讲的话无唔对啦。安尼真好，你真好嘞。水瑶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我无安怎？你莫互我骗啦！你无安怎，哪会流目屎？我是看小玲甲小美，因出可怜的，我艰苦。你咧艰苦？我妈妈已经过身去，永远拢无办法搁倒转来。因遮尔细汉，妈妈就离开因的身躯边，甲咱拢无消息。我看因安尼，我实在感觉足艰苦的。水瑶啊，你讲到妈妈，我就去想到阮老母，我的目屎嘛拢用要顶落来。头痛的，你是安怎啊？别人自细汉就有老爸老母咧疼，我一生全就无老爸老母，就人阮师家安尼咬我饲呢。我逐摆问阮师啊，师，阮老爸老母做有无？伊逐摆拢嘛安尼，头家安尼我细细讲特动啦，特动。这句特动已经讲20年啊。我看无特动啊！头痛，歹势，我毋是挑故意的，你嘛想起伤心的代志。我紧啦，洪师有讲过啊，爱化悲痛为力量啊。咱即摆上重要就是将小玲甲小美因老母找回来，啊，你嘛用加减也面对我思念老母的心哦。头痛的，你实在无简单呢。想袂到，你今日嘛讲出这种话。我最早就要讲啊呢，像师有交代啊，说我们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啊，意思就是讲，莫安尼刚刚用讲的拢无咧做，所以我毋则拢用做无讲的。你真正无简单呢，那安尼，咱讲做随做。你怎要做啥？咱去摕相片来去找文英啊。得当。情
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。像迄种哦无职无年的老母哦，莫叫我特动拄着啊！若叫我特动拄着哦，我一定哦要先甲现身拍拍，了再教阿坤啊！特动诶，唔通安尼啦！你敢袂记得大进步常常甲咱讲，做代志拢爱先想清楚，唔通大细汉代志吼，就要用武力的啦。啊，毋过伊使人生气啊，伊使人心肝硬啊，我生气啦！特动诶，你想看觅？你若真是动手，万一若甲人惊走，那安尼，你是要安怎甲小玲甲小美交代？啊，我就阿讲。好啊啦，那相片摕去继续找啦。好啦。无职无力。特动诶，你若拄着小玲甲小美的妈妈，你敢认会出来？我哪会都认袂出来？就算讲啊，已经切到365地哦，我同款认会出来啦。哼！像这款的无职无力的老母哦，我一定要让你找到啦！哼！哈！找到哦！嘿，陈阿文英，你就是陈文英哦。对不起啊，你认唔到人啊？卖假啦！我特动的呢，我会认唔到人。等下文英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免想要搁走，跟我转来看迄两个囡仔。先生啊，我不是叫陈文英啊，我叫吴淑英啊。我还袂记，我要到后囡仔，你认唔到人啊？你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哎！什么咧高明邪教，台湾大邪教唔好？哼！你这个查某心肝有够强啊！将迄两个囡仔放喺上等公园，互伊风吹日晒，无大劲哦。连唱片伫电台播送迄两个囡仔的歌互你听，你一点仔感觉拢无哦？先生啊，你说完了没啊？啊袂啦，赶紧！吼，你连一条做老母的责任拢无。我你讲，你放迄两个囡仔，逐天在咧思念你，逐天在咧叫做妈妈，你在倒位？妈妈，我就思念你的呢，妈妈。请问你的心肝是毋是滴错的？拍谁吼？你讲什么？我听不懂哎。听无？啊好你啊，你是欠拍，我拍来哦，你就听有啊，我咧指导你拍条啦。特动诶，莫安尼啦，我看咱可能认唔到人啊啦。无可能啦，我特动诶哪会认唔到人？你啊看相片，敢有共无？真是有共呢，要毋过你看伊安尼，哎呦，我看咱可能认唔到人啊啦。无可能啦，相片甲伊共款啦，就是伊啦。哼！来，陈文英啊，我不管你也是叫做吴淑英啦，你就是迄两个囡仔的老母啦，你搁想要走？我不是啊！你叫一口头你准多吼，无安尼简单啦，莫扭啦！少年的啊，我咧甲阮女朋友讲代志，你莫插会用的袂？你女朋友？系啊。安妮哦。恁家，我来啊，赶咧。伊是阮女朋友。哦。你家咧甲爱落去？我无啦。无啦。我看你欠打你。哎呦，特动！啊，你去找文英，哪找到迄个面变安尼啦？哎呦，我实在是想真袂晓呢。哎呦，你哟，万秀瑶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嘛讲来听看卖咧。大姐婆啊，代志是安尼啦，阮到公园找文英，特动看到一个查囡仔，真亲像文英啊。结果伊一见面吼，就大细声甲人骂，而且佫动手甲人拍啦。所以，毋则和迄个查囡仔男朋友甲拍到安尼。哦，就是安尼哦。哎呦，特动。我吼，若叫你去办10摆的代志，你有11摆甲我出代志啦，哈！你
你这尔让我袂高中咧，我是要安怎叫你去办代志？在，莫生气啦，后摆我袂遐尼冲动啊啦。又搁讲后摆，哎哟，你吼，若讲吼出发点是有爱心，是有值得原谅啊，也毋过你的爱心拢做毋对呢。哎哟，你实在是互我足头疼的哦，我是要安怎？哎，即马上介重要吼，就是讲爱紧想办法，看安怎会当将文英找出来，安尼较要紧啦。啊，有啊，三，我有办法啦。哈？心情红衫滚头马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？啊，有啊，三，我有办法啦。哈，你有办法？哎呀，我唔敢用。哎呦，叫你去办一个代志，你就办甲目睭乌一蕊啊！即马若搁用你的办法，毋就含这平心线乌后法度。莫搁遐小肯啊！我讲真的啦。啊，无你是咧真啥物话？你毋是常常咧念迄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！啊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知，我一寡文言词拢互你摕去用了啊！好啦，你的意思我了解啦，我出100万啦。若有人会当找到文英吼，我就赏伊100万。轰动轰动！大金宝自了播出以来，轰动台湾头甲台湾尾，收视搁再破新的纪录。制作单位为了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爱护，所以要送大奖给大家。请问大金宝第40集的时阵，敢会倒转去山顶来受刑呢？来批请假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大金宝串工湖制作单位收就可以。大家赶紧将这个好消息，甲厝边头尾倒相报一下，奖品丰富，物色良机。明仔载敬请同一个时间继续讲收看大金宝串工湖。要见面就在梦中。